各位万社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年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一半今年咱两个嘛是一个是台湾，一个英国，想讲咱就会当来讨论一下英国和台湾的这个暑假休热。嘿嘿。因为今年阮已经有转去台湾啊，佮加上有去韩国，阮翁都无想要佮坐飞机出国，伊讲今年坐飞机的扣打已经有够啊，所以阮阮就是当着迄 turbulence 做严重所以伊就感觉即个行程，即个去台湾甲去韩国的过程，伊真感觉有一点仔所以阮就今年就留伫英国。之前阮拢会，其实拢会去，除了去台湾，阮暑假时阵嘛去澳洲耍一礼拜安尼。通常拢是安尼。其实即摆去澳洲耍嘛是足贵的呢。对啊。较早拢会当买着迄款台票1-2千块的机票。对。毋过即摆我买起来，我毋知影是因为有囡仔所以会买行李个可能会小可选位。即摆买起来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就是8,000到10000块。差不多。对啊，其实差看进前差足济。所以即摆愈来愈济英国的家庭会选择留伫英国度假。我记得即道我咧查的时阵，我有看到一个数据，因为讲旧年有差不多2成的人改做伫英国过即个热天无出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歹，钱变薄。个迄个油电双涨嘛，油拢一直起啊，即摆油足贵诶。对，因为战争不是个开始拍，对啊，就是先是迄个罗西亚拍，迄当阵就起一道啊，即摆迄个杜拜遐好拍，个起一道，系啊，像我即届转来台湾的票价，一个人爱1600呢。对啊，1600磅诶，而且迄是啥呢？是坐迄上嘛，毋是上俗啊，毋是就是你若无爱经过有迄小镇的所在，嘛不要经过中国，差不多就是我坐和航呢，以早要坐上俗就是和航啊，即摆和航都爱1600安尼，对啊，对啊，上一开始拄去英国的时阵，迄当阵上俗的就是坐国泰的，去着香港转机直接到高雄，无错，这上好诶。迄当阵500-600磅就有啊呢，即摆1600呢。真是恐怖，而且因为迄当阵毋是战争是2月开始拍，还是3月我真袂记啦。伊到尾毋是有修正吗？就是有休困无拍，怪迄有降落哦。结果拍，才是开始拍了，佫起愈贵。伊本来油未拍进去是140几，才是拍了后，所以是变150。结果休困了后有6月80，才是开始拍了后，才变160啊。要个170啊，对啊，好恐怖的啊！特别甲顶上迄个武汉肺炎的时阵差不多啊呢。对，够恐怖。迄当阵是毋是冲到180啊？学有，嘿，就笑诶。系啊，因为我就是我的工课就是伫帮人换外国钱的嘛。今年就足明显就是去外口耍的人无像旧年遐济。旧年的暑假，阮的店就是你一工的营业定破2万磅，毋过今年有破15000就足济啊！是哦，差足济哦，差足济系啊，有当时佫无甲1万呢，无甲1万是上数上的，我感觉真正足含的。哇，安尼真正有差足济呢，差足济。因为我拄则讲的迄个 data 是 Airbnb 做的一个调查，所以是群体较少。毋过我感觉你看这是较准。看阮营业的经验。对。我就是甲阮经理
甲阮区经理讨论一下，是讲今年真正明显有足侪区拢迄个营业的经验拢变少。好，我是有看另外一个统计，伊是讲逐冬留伫就是原地要出国啊，后来改做英国的即个旅游的逐冬会坐10%，就是愈来愈侪人留伫英国佚佗，无出国的意思。对啊，而且甚至有1/4的家长，就是厝内有囡仔的家长，今年根本就无拍算去任何所在耍。连英国拢袂去呢，就是踮厝的尔。个踮厝真是无聊呢。对啊，而且找物件很省诶。哎呀，毋过我毋知，我感觉阮查某囝的同学拢足厉害，因拢有法度，就是一工一礼拜送1-2工 holiday club 尔，其他拢伫厝诶耍。我感觉我无法度呢，我拜6礼拜2工就足济呢，我应该起笑啊！啊是免食头路哦，真的，我感觉到底是为什么啊？互囡仔学食物件嘛，好啊。对啊，我毋知影可能因为阮囝厝邻囝一个囡仔，所以伊伫厝拢足无聊的。嘛是有可能。好。嘿因为即届暑假阮就是无出国去佚佗嘛，所以阮即届第一届是一放假我就出门啊。因为英国有足侪度假村。嘿 village 迄款的。嘿，佫有分咯，有高级的、一般的，有耍海比的，佫耍树林的。阮即届就是去一个外海无偌远一个树林的度假村。嘿，阮若要找这，阮拢会看附近有迄较侪 National Trust 啊，还是 English Heritage， 因为度假村的物件都拢差不多安尼嘛。因迄若你去连锁，因迄标的物件其实拢差不多，就会找一寡所在是 National Trust English Heritage 伊迄我会甲去度假村是因为内底有足侪迄运动的课程啊，做手工啊，所以你得当逐工去摆互囡仔看伊要耍啥，看伊要耍篮球、骹球即款的。嘿，佫有去爬树啊，一寡运动互你去耍的。嘿，毋过阮即届是去 Heaven。嘿对。哦。恁去对一个？阮即届去一个所在叫 Wild Dog， 伫 Norwich。哦，介远呢？驶车3-4点钟哦。4点钟。所以阮都有经过 Cambridge， 佫才去安尼。因为伫东海岸嘛，对毋对？对。毋过我感觉即个袂歹，就是伊即个度假村有一个表，你会通去甲摕，就是有足侪无共款的动物，你逐工会去行的时阵，伫即个度假村你耍的时阵，你会当随便观察，就是互你囡仔观察大自然，看有啥物动物，你就甲搞开。像我伫遐就看伫迄个野生的兔仔伫食草，我感觉足新鲜的。对。其实英国的热天是介赞。若无伤热的时阵，迄英国热起来，其实无讲算笑，迄真正就热。真的。而且你会感觉足绝望的，因为你毋知影伊啥物时阵会消息，因为伫台湾足热，毋过你知影你行去后一间 7 你就有冷气，或者你就是等去厝诶，上摆你等去厝甲冷气开安尼就袂热。毋过伫英国你是。就是你毋知影这啥物时阵 come to an end。对。而且英国是敢若超市即款物件较大型的物件有放冷气，有的咖啡店啊，还是像迄个图书馆，伊嘛无冷气。对。应该小气哦。真正会起笑。对。对啊，所以我感觉英国的热天若无伤热，其实是。足适合去接近大自然的。对。台湾的热天就真正是伤热，我感觉真正唯一会当去接近大自然的，就是
去海边甲浸伫海水内，而且爱浸伫海水内底。你若是坐伫花边嘛，是共款你袂当出来啊！对，所以我其实即道我足认真咧开发一寡室内的行程，啊，毋过再等下再讲。我等下听你讲，因为我感觉以后可能去台湾过暑假会较好一点。像英国的学校通常拢有 holiday club， 就是伊逐工会无共款的主题，互你去揀你要去看对一工，所以有爱上班的爸母，因就直接送去学校。就一个月就去啊。因为阮兜的就是因去过2个暑假，因就袂要去啊，因为讲出无聊。伊则是愿意去的迄2工，就是一工有带去熟悉无共款的动物，一工就是结束了去带去食麦当劳。所以其他的时間你就要去找 summer holiday club 互因去。因真正嘛是去網球，毋過暑假時陣會去迄個伊的 holiday club， 毋過今年佫無要學啊，所以佮另外找真正是有夠麻煩。毋知台灣有即款就是伊各種的在嘅攏有無，像英國無各種的在嘅攏有無共款的 holiday club， 像網球、卡球個 gymnastic 即款的攏有。伊最近就是甲廚房。最近做小廚房因為前2禮拜萬城有一個足大的廚房的活動，就出來去參加。拄好有一區是你免費教囡仔，那就是大人囡仔攏會教，你若想要學的話，伊兩個算到無想要集中鬥轉的。就是話袂行，食了閣愛隨走轉去，所以阮就閣即屆就有幫因找迄廚房的 holiday club。嘛算啊種歡喜。最後咧，我是鼓勵大家，若住佇英國的，攏會當也是其他國家嘛是會使，就互去囡仔去參加童軍。佇英國童軍算是誠平常的活動，足濟英國人可能細漢的時陣攏有去參加過。毋知大家有看過迄個英國的卡通阿奇幼幼園？嘿，多吉，就是一隻狗啊，就是多吉啊，嘿，多吉伊迄個多吉是個 squirrel。我無看，我只看過伊的衫爾。你看過伊的衫？反正伊就是就是伊迄多吉就是一隻狗，就是迄個院長，是叫院長嗎？就有無共款的動物去伊遐，若學啥物件，伊就會收到一個勳章。就是一模一樣，就是像迄阿奇幼幼園迄多吉安尼共款。所以因逐禮拜當然攏會得到一個勳章，毋過迄勳章是通常攏是後禮拜才會收到，所以你今仔日學着啥物，你後禮拜就會收到一個新的勳章安尼。表示你後禮拜一定愛去。對，無你可能會收無啦。不然你收到迄勳章，你就會當甲天天的衫。所以因迄童軍的衫攏是足濟輕種天天迄手啊，還是胸坎啊。因今年的童軍就有一個國際活動，4檔一屆，就足濟無共款的國家的人來參加，有加拿大、美國啊、中國啊，還是意大利遮的。像阮囝已經10歲啊，伊就會當去參加一禮拜的活動。佇遐一禮拜甲無共款國家的人生活逐工嘛攏有無共款的活動會當佇遐學無共款的物件呢。一禮拜無囡仔誠做 happy 的。我為着這我嘛就想要送伊去童軍的。毋過我感覺童軍真正袂歹呢，伊除了因為這4檔一屆嘛，平常時的時陣，若年歲較大的是這樣，可能超過8歲話，伊就會當去參加3工2暝。因真正有一個活動過暝嘛是袂歹，迄當陣是因去困，因佇迄什麼啊？科學博物館過暝。是哦。所以我感覺就是伊去即屆了，有講這童軍是真正是會當去。
因在伫遐介趣味，系啊，就是迄间，就是好困了，迄间科学博物馆就是互因住，因当伫内底用设施安尼，有感觉袂歹。毋过因为阮查囝年岁较细，就去三江门诶。毋过伊嘛足欢喜，因为是 only child 一礼拜。无人甲伊抢电视甲 switch。对。我今年是因为我伫台湾过嘛，进前我其实拢是甲阮查囝送去迄个幼稚园，毋过伊甲我讲，伊绝对无爱搁去迄个幼稚园啊。因为阮敢倒来第一季的嘛，所以公立的拢无法度入去，私立的就是剩迄款就是较严格的。我毋知影可能因为私立爱收钱无，所以因拢会就要求讲迄个因的课拢爱读甲满，一定爱有一寡成绩出来。有就侪规矩的，比如讲所有的外国倒来的囡仔拢无法度接受的，就是中昼爱困中昼，而且毋是迄个半点钟，是迄个2点钟诶。你在倒伫遐就无聊2点钟啊。所以伊说伊绝对死拢无爱搁去啊。我讲好，你先莫死，我去找 holiday club 互你参加。真诶。毋过阮囝就是伫台湾上诶时阵，因嘛无咧困中昼。伊迄老师就为着无爱伊去甲别人乱，就会甲另外带去办公室教伊中文安尼。足好诶呢。阮迄间诶老师就是叫伊爱倒伫遐，袂通吵。真对。我搁甘愿因甲带去办公室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会当学华语也是英语啊。毋是英语啊，台语对。对。阮查囝较好笑，就是迄当阵倒去读国小幼稚园。老师嘛是希望伊爱困。怪我就甲讲，我讲吼，你袂当去，你中昼一定爱困，你袂当去甲人吵什么。就去，伊困落了，伊就调安尼。伊则是要倒去台湾上课，伊则是想要倒去台湾上课，就是会当困中昼长。你趣味。我感觉好笑。对。好了，讲转来，所以我今年就无要甲送去幼稚园，所以我就开始找台湾的夏令营。所以先讲就是，其实我对要留伫英国过暑假是小可头痛，因为我拢爱上班嘛，所以就一定爱送去迄个 holiday club。毋过就像你讲的，伊虽然就是有当时有主题，譬如讲有一个是就是画图的，有一个是运动的。毋过其实伊就小可像幼稚园共款，伊就是无共的角的，可能无共的佚佗物互囡仔耍。画图的，伊就是会放画图的物件伫遐，你爱画毋画凊彩。对。运动的伊就是有足侪运动的物件伫外口，你会当家己去。就是伊迄款毋是讲毋是在地迄款的。所以迄款 holiday club 伊就是阮查某囝拢定定会话讲就无聊，所以一定爱是甲伊斗找卡面同学共一间，至少因两个囡仔会当做伙耍。毋过就像你讲的，有的是迄个下课了迄款在地班，伊嘛会开 holiday club。毋过因拢袂逐礼拜拢有，所以就爱斗讲遮3工遐2工安尼斗。这真正是欠点，就是一定爱找 holiday club。对啊，而且有诶个就是遮扣几日，遐扣几日，就是伊伫咧找，逐工拢送无共诶所在，我拢爱一直记讲今仔日是要送去一间学校。对。相对来讲，我感觉台湾诶 holiday club 我会种类较侪。费用，毋过费用伊诶费用其实会小可较悬。比如讲我看英国平均来讲，一礼拜 holiday club 差不多是190磅。我伫台湾送阮囝去一个学画图的 holiday club， 伊是我纳偌济啊，8500，其实是小可较济。200。毋过你会感
还对200，差不多200，因为伊是有包迄个中昼顿啊，还有点心，因为他在卡上讨厌的是恁拢爱家己炸便当，你这有够烦的。对，啊，搁有咧，伊逐工是足济是迄个下晡3点下课的，我是要不还在课旁去食哦，对，光银行。天啊！所以我逐个因咧放假，我感觉足痛苦的。我什么3点，逐工伫遐走3点半，你敢知？对。啊，个台湾的因就是因接送的时间就会较有春球。比如讲，定就是我即摆送的即间就是上晚你会当5点去食。我嘛有看过迄个学跳舞的，伊是下晡1点到下暗6点哦。我本来是足想要报，毋过我想讲，6点伤吵啊，就放阮查某囝耍，放伊一条生路。笑死！对，我讲台湾的即个较在较贵罔贵。的费用较悬啦，毋通讲伊贵。我感觉因是有咧追求一个 CP 值，就是因拢会想要，因拢足追求迄个课爱足实的。比如因为英国的就是放你伫遐耍有无？伊就算讲是迄款体操啊，是讲跳舞，伊拢一定有足侪时间互你伫遐耍。啊，可能1-2点钟学跳舞学画图安尼。啊，比如讲。阮查某囝之前参加一个画图，伫英国的画图的夏令营，逐工就是耍食足济汤啊，搁有画100-200图，就是伊画图嘛，毋是讲老师会教你安怎画，伊就是互你一张纸啊，面顶有印一个红啊，你就甲迄个色水甲天气安尼尔。你厝内当用诶啊？嘿，对啊，毋过我凊彩伊介意去，伊就去。毋过我伫台湾嘛，互伊家己报一个就是画图诶，伊个安怎足认真诶，伊个介绍迄个三原色，搁讲一个啥物彩色王国诶故事，讲色水诶故事，准备迄个导影片，逐工咧1-2工就会炸一个作品转来厝诶。伊搁有堪一个毋知是 podcast 还是啥物合作。叫做什么放心球就是有一个阿姨姐姐会来讲故事带因做活动耍伊有够介意的呢，伊逐工问讲阿母什么时阵会当去佮甲我讲阿母你毋通伤早来甲我食，我想要做最后一个转去厝诶。我想讲讨厌，为什么呀？因为足好耍诶。对。而且我还有伫高雄看到一寡足咸的，我感觉足咸，就是学雏鹰。学雏鹰我感觉普通，因为理论上啦，就是台湾就是4面拢是海嘛，所以你学雏鹰SUP 迄种算是正常。对。虽然是有小可 posh， 毋过伫正常的范围内底。我有看到伫高雄学出世。修好嘛啦，是不是？热天学出世，你讲对，毋过就是有。我感觉这嘛伤怕死啊！对，搁有一寡较特别的，就是台湾有一寡博物馆，有开迄个夏令营。比如讲科公馆啊，我有看到迄个改成台南的一间啥物历史博物馆，伊拢有开即款营，我感觉哇哦！足赞的呢，政府单位开的吼。我看迄个内容嘛，感觉说哇，你是咧上理化课，你敢有确定5岁囡仔坐会掉？就是足细的迄款，你敢知？另外我想要推荐的，就是台湾其实有足侪母语的夏令营。比如讲，阮高雄的有一间学校叫做深生啊，伊是一个教室。毋过伊就是会办足侪即款的活动，伊就有几落推差不多5-6月的时阵，
台语共学团嘛有咧招一个伫桥仔头的一间教室，因有一款是一推2礼拜，逐工为桥仔头火车头出发，坐火车去一个乡镇，去一个乡镇省，上远佫会走去台东和中华。对，我感觉这足好耍的呢。这北部爱对去吗？你会当无对，毋过这连我会就想要请假对去。对，对，毋过我感觉这就有意义啊，就是带囡仔去世界看看。对。好，另外是婚林嘛，有一间叫做岛屿实验室，岛屿实验室，伊嘛是1-2礼拜是台语的营队。啊，因即款的保育的营队其实拢介追求讲，互囡仔去接触土地，熟悉咱大的环境，啊，含遮的文化含历史，而且因拢会用一款较开放、较正向教养的即个形式去对待囡仔。我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外国转来的囡仔，因为对外国转来囡仔能较迄个规矩较歹，我也毋是较无法度服从威权，嘿，对，对，较自由啊，对，较自由，对，啊，今年啊，我就有甲阮囝报一个叫做鼓吹台语营，互伊去学台语。啊，伊可能袂记记啦，毋过其他老师其实伊拢有看过。因为逐当转来台湾，我拢至少会去2届迄个报道台语囡仔国的活动，遐老师就是即个鼓吹台语营内底的老师。所以其实阮囝拢听过因讲故事啊，甚至我的台语老师金花，伊第2天嘛有来看者，我有看到因传去群组内底的相片，看到阮查某囝互老师抱伫个骹腿里面，我就感觉足感动的呢，系啊。而且因佫有开放，互大人做伙陪咧做伙上，就是大人会当做伙学。我感觉即个方式真好。阮囝看遐有一寡家长就问讲：“阿母是安那你拢无来上？”我足惊，我讲：“我早就会晓啊，我毋免学。”恁祖妈早就会晓。对，哇，对啊。我今年佫有参加一个足特别的，叫做恒春孝热台语营。其实伊是小可像迄几个台语家庭去恒春带一个就是包一栋民宿出来带。其中有一个主办的阿母，伊的艺名叫做草仔粿阿姨，伊就是平常伫即个深深办迄个蒙特梭利的课程。伊嘛会带家长讲一寡正向教养的一寡概念。所以比如讲今年其实8月份伊嘛有办一个2天的蒙特梭利的主驾的迄个营队，嘛是就是伫深深安尼。主要伊就是为食的食材准备开始来带囡仔做伙学煮菜，而且除了熟悉即个食材，佫爱学讲比如讲啥物季节有出啥物物件啥物物件是钓死的，安怎去看钓死的物件安怎即款的食材要安怎来准备而且呢煮好了后，佫爱鼓励囡仔安怎佫甲顺续甲逐人讲安怎鼓励囡仔去试食无共的物件，比如讲这个物件我无看过，毋过伊的做概念就是你至少爱摕一喙，你来薄薄的，你若真正无介意才配出，毋过你爱试，而且爱薄。最后食了爱含大佫互囡仔家己摕物件食，伊囡仔家己决定讲伊啥物物件要食偌济价。毋过你咱毋通拍算物件，所以你若摕偌济，你就爱拢总食了。毋过你会当家己去做决定，你要食偌济。我感觉安尼真好，就是你爱为家己的选择来负责。对。最后食了，你就爱含大人做伙收即个碗tiền，爱洗教因安那洗，我感觉这真正足好诶。因为阮伫恒春嘛，头一天的中昼到恒春就还袂 check in 进前，
因为搁差3点钟，所以迄天是拜日，拄啊乡村的即个民谣馆内底有活动，所以咱就先伫民谣馆内底看表演，啊，互即个囡仔耍乐琴。啊，迄天拄啊抢着迄个美国有一寡高中的学生来遮参访，啊，因就有一寡表演互因看，啊，就看着一个阿公啊表演，啊，了佫是一组3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的表演，就感觉其实足感动，就是感觉即个传统是有人咧传承的。哦，对啊，啊，我感觉而且伊这民谣馆即摆整理佫袂歹，人气足强的。而且伊就是固定逐礼拜日拢有活动，拢有表演，有当时是 jazz， 啊有当时是乐琴的，啊拢无共款，啊有当时是演讲，所以而且伊的演讲拢是，比如讲伊拢一定会介绍即个乡村即个所在，伊进前叫啥物名，啊是安那叫即个名，啊原就是看乡村即个所在就有关系，因为伊遮有迄个原住民嘛，啊，佫有客人，然后佫有就是男人嘛，所以伊就是伊规历史拢有介绍安尼。我感觉民谣馆只要是大概若是有兴去乡村，拢会当伫遐来参观看卖。啊，这就是其中一个，你若热的时阵会当伫遐静2-3点钟。会当有物件通好看，佫有表演当看。对。而且伊边仔就是一间册店，就是诚品书店嘛。虽然我平常时其实已经无咧去诚品啊，我大部分拢去独立册店。啊，毋过伊迄间册店嘛有特别精选乡村迄搭遐的一寡作者，也是讲咧写迄款乡村的历史的一寡册啊，甲摆伫遐。我感觉真好啊。对啊，讲倒来迄个营队，就是迄个老师也都有特别去提醒大家讲，大家要尽量去食迄个原形的食物，就是讲你物件爱简单调味就好啊，毋免讲，因为台湾的台湾物件是真正是诚鲜，所以你其实毋免足重口味的，毋免一定爱肉啦，逐项拢用煎的安尼，嘿。啊，伊会甲大家安怎讲，会当安怎简单来料理，就会当足好食。啊，逐项实在伊拢会解说讲，咱是安那，而且是甲囡仔解说讲，是安那咱要食即项物件。比如讲，咱第2天的下早，伊就讲，咱下早一定要食2白质，啊，所以迄天下早就是食龟头倒鱼，啊，迄就是东港迄边买，因为迄是屏东就是有诶鱼啊，啊而且也去教讲，安怎甲即个灶骹改造成一个囡仔友善诶空间，安尼会当互囡仔家己，也是讲含家长做伙来准备3顿，毋是互囡仔坐伫遐靠我讲啊，我就要伫遐坐伫遐靠腰啊了，上物件上倒佫毋食一喙讲，这我无介意，嘿。啊，毋过你有发觉，其实囡仔若是有家己去准备迄顿饭，因会较愿意食。系呢，对啊，其实就是嘛是去养成讲，厝内人就是全部的人爱做伙来整理家即厝内底。啊，逐工工课爱做了，才会当耍佚佗物啊。工课就是爱收碗甜。佚佗啊，佚涂骹安尼。啊，我嘛就介意这个老师伊去处理这囡仔含囡仔之间，佮有囡仔含大人之间的冲突，用伊迄款就是就正向的，啊，毋过就是你毋免甲大声喊，啊，毋免甲威胁，啊，毋过你佮有道理，啊，佮有效的一款方式。我应该可以参加一下。我其实感觉袂歹，啊，毋过可能。其实迄天嘛有听无台语的囡仔会伫遐，真的，无济，啊，毋过有一组囡仔因是听无啥会晓讲，啊，可能嘛袂讲足够听，啊，就是老师嘛有教讲，你就是一句台语，一句华语，佮夹一句台语，用三明治的方式，互伊慢慢甲即个
甲学起来，嘿，真好真好。对啊，其实台湾的夏令营，即款holiday club 的选择真济呢。你若真正囡仔袂晓听华语，袂晓讲，你嘛有英文的野队的。其实因为台湾的热天是真正就热的，我感觉平常平日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其实真袂歹。因就是哪吹冷气，哪耍跟哪学物件，对啊。等候下晡4、5点无遐热，才去室外耍。对。对。对，而且正是因讲安尼，逐冬拢遮热的话，其实规日就倒去台湾，还有冷气通吹。无伫遮真正是，就无想要出去，拢就伫内底啊。你若互去参加什么 sport club， 因个真正够吵，当然拢是吵的。其实你会记得咱迄当阵毋是7月份的时阵，毋是做热的吗？对。就在学校甚至会放假诶。我讲这到底是什么物件？我真正是，我真正是气愤的是，好佳在阮囝学校无放假。我嘛是吼。我会去。为什么囡仔放假，老师对放假，其他大人毋是嘛伫外口伫做工课吗？到底是放假什么意思？我真是想无咧。对啊，毋过听讲迄几工介绍有一寡公司嘛，有讲会当请假，因为伤热啊。佮甲员工讲卖入去迄落办公室。可能是无冷气的公司，我毋知啊。对。系啊。我感觉真好嘛，系啊。对啊。因为今年阮兜加一个晓走的囡仔，所以咱拜六礼拜拢爱找有冷气的所在，可以去走。以早我拢定定去走迄个亲子馆、康百货公司。毋过我感觉即马台湾的博物馆、甲美术馆的迄个囡仔去区拢做了袂歹。甚至我今年去搁去一届高雄的迄个历史博物馆，甚至因咧一般的迄个展览区啊，嘛是大人囡仔拢耍甲袂记哩行。哇！我感觉对啊，其实我感觉即马就诚侪台湾的博物馆是当做甲互大个囡仔拢耍甲就欢喜的。有你改变的对啊。对。像我顶礼拜去屏东屏烟，就是屏东烟厂，嘛是一个古迹改做展览的空间。迄我看朋友去的，遐有一岁、一个5岁、一个7岁，大家拢耍甲足欢喜的呢。我原底想讲，这个展览看起来简单，可能1点半钟就结束，结果因伫遐耍3点钟都过袂。哇！对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讲，敢若这爱门票，敢若6钱哩。我就甲讲，拜托你就是200块，你来找2点钟的冷气，安尼敢袂使？对，真的。系啊，结果因入去了，算甲规个冷气。对。200块算真价值啊！真正是找2点钟的冷气嘛是便宜过啊。对啊，所以我即届我有即道我有朋友为台中落来高雄甲我找。我竟然我感觉嘛真趣味，我竟然有法度甲伊排全部拢是冷气的行程，毋过完全无走着百货公司。真的？你迄中大好啊！而且我美术馆，系啊，我美术馆拢还袂走去呢，还袂去过。真的？对，我连美术馆拢无用入去，美术馆就会当开一工啊嘛。因为即马高雄美术馆伊毋若是本馆，伊佫有一个儿童馆，佫有一个内围艺术中心，这三个加起来，可能会当，我感觉一工绝对无问题，可能佫会当开到1.5，就是一工半。好。了佫来就是历史博物馆半工，科工馆嘛是一工啊。对。佫有其实佫有佫有流行音乐中心嘛，迄会当嘛是当耍半工。佫有足侪还袂走的啊。其实在高雄即马嘛有足侪即款
咱拢莫讲迄款互囡仔定啦，互囡仔耍诶所在，因为今年佫开一个足大诶，啥物，对，啥物会当生水诶所在嘿。咱拢莫讲迄款诶，我讲惊若是博物馆、美术馆啊，佫加一个独立册店，我感觉都会当行足侪工啊。对，我今年佫有一个特别诶，我咧做迄个独立册店 crew。我到甲一个迄个乡镇，我去因诶找因诶独立册店啊，入去买一本啊册。好，嘛是该趣味。对啊，所以我有查到一个数字啊，伊讲其实你若留伫英国过热天啊，差不多一间厝差不多爱开3800磅。迄是包括你，比如讲，因为囡仔伫厝诶，你就会买较济会出食物啊。对啊，你还佫甲报迄个 holiday club， 啊，你会佫有当时会出去佚佗。对。啊，有当时因若 holiday club 无诶时阵，你就会出去看电影 ，blah blah blah， 有一寡有诶无诶对。大概其实伊一个4到5礼拜都爱开到3800磅。啊，毋过这是一个囡仔诶，这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庭哦。啊，不过我感觉伊这数字是该保守啦，因为我是感觉该保守。系啊，因为伊嘛有掠讲，通常一个家庭出去佚佗，伫 summer holiday 啦，去一礼拜差不多会开2000磅。我想讲2000磅，敢会开会起来？开袂起来吧？我嘛感觉无法度，是外省是拢去食阿 star。拢去买 ready meal frozen meal。系啊，我想讲要开袂起来。你一工出去，你早顿无算，中昼顿暗顿加起来就买100磅啊！100，阮兜去伦敦算诶时阵，差不多一顿就得要100。真诶？但阮兜3个大人一个囡仔。啊，3个大人一个囡仔，好。我感觉是毋是阮囝较少我喂啊？我就是阮遮是搁点3份就好诶，就是三个大人诶份。哦，我感觉到底是对毋对啊？我家己就爱食1份啊呢。因3个人分2份，收下嘛吧。无，我甲你讲有一个无共款，因为恁是毋是拢食英国诶餐厅？靠北着。我拢食迄个日本和韩国诶餐厅。有够烦呢！而且阮人逐工拢爱去，阮人逐工拢爱去迄个日本诶胖店，一出去一入来一出来，就是50-60磅无，50-60磅无啊。对，你知影哪？我就是去 Norwich 诶时阵，我就甲讲，我找着一间，其实遐有几来间韩国餐厅。我有讲，我想要去食这个韩国餐厅，就讲伫这早韩国餐厅会比伦敦较好食嘛？我讲安尼想嘛是有影，好，无我留去伦敦食好啊。结果甲因哥哥做伙大，老你甲我食英国餐厅，我真正是咧。哦，而且阮讲好啊，阮讲好啊，我要去伦敦食韩国餐厅哦。结果咧。结果后盖我就家己出去食。对啊，你后盖就讲你看朋友有约，啊，其实是看迄个韩国餐厅的六头家有约要去因遐食饭。对。哇，安尼差不多嘛是要结束啊。对啊，我伫台湾阁有3礼拜啦，继续看有啥物趣味的代志发生无？你安尼，我感觉你安尼讲的，当真正是以后的暑假会当倒去台湾。我感觉真正会使诶，比如讲像台北都有足济，台北有可能有3-4-5个美术馆会当去吧。对啊，因为遮而且因即摆拢会办一寡足好看诶展览，其实是真正是会当去诶，毋是真正毋是惊来为着刣时间去尔。伊伫讲台湾热，则是因国变甲要甲台湾差不多热，阁无冷气。就今仔日35度，你看我要安怎度？
哦，哇，35度啊，无冷气的35度啊，你看我要安怎啊？讲到这，我感觉台湾真正是我去改转来嘛，是发现足侪法宝呢。因为有迄款啥物，就是迄 white wipe， 毋过有加足侪迄个凉凉的物件。啊，对，哇，迄足神奇的呢。系啊，还有啥物？还有一款凉感巾，就是你迄块布拍淡，放伫你红裙啊，就会变足凉的。哦，系啊，真诶，系啊，你要进寡回无啊？我跟你讲，进寡回来买。我落来，我第3天我就甲阮大家买一个欧米亚给是啥物呢？你知道吗？你有讲有困过迄个冰枕？有啊，水枕，水晶头，对，水晶头，我已经先甲阮大家买一粒水枕起来，所以准备要寄通去英国。真巧呢！笑死！好啦，真正要结束啊！好，先安尼，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新起的土地，钓啊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